家好，我是 Lisa，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封小娃娃的来信。娃娃 TV。前几天呢，我收到了一位叫 Michael 的小娃娃寄来的 email， 他是2年前呢看了我的影片之后呢，决定要到美国来读书的小娃娃。当然了，他也跟我一样走的是社区大学这条路。而今年秋天呢，他准备迈入他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转学啦。那他这次呢，特别发了这个 email 来感谢我，也跟我报告了他即将转去的学校。那我是觉得他这个 email 应该是可以鼓励到一些可能还在犹豫是否要到美国读社区大学的朋友们，或者是即将或已经在美国读社区大学的朋友们。那今天公开他这个 email 呢，我是有经过他本人的同意，我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他写些什么吧。Hello Lisa， 您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2年前，我偶然发现你的频道，让我燃起了到美国读书的希望。也因为有你的资讯与帮助，让我有机会可以到美国读书。这次我要来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被 UC Berkeley 录取了。今年秋天就要到 Berkeley 去当你的学弟了。我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以前在台湾成绩普通的我，居然有一天可以读到伯克莱大学。其他我还有被 UCLA、UCI、UC San Diego 跟 UC Davis 录取哦。这次能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都要感谢你的鼓励跟你提供的资讯，真的对我帮助很大。我在学校也都使用你教的方法，成功的达到高 GPA。真的很谢谢你介绍社区大学这种方法，也很感谢你2年前的帮助，回答了我跟我家人很多问题，让我父母对我要到美国读书放心不少。当然也很谢谢你这2年来都没有嫌我烦的回答了我各种奇怪的问题。未来的2年可能也要继续麻烦你了，我会尽可能的少烦你啦。也请你继续制作更多优质的影片来帮助跟我一样有需要的朋友们，让想出国念书的朋友们都可以如愿以偿。最后我要再跟你说一声谢谢，也祝你的 YouTube 越做越好，突破100万订阅，加油！有空的话可以一起约出来玩哦。 Michael Lin。Michael 真的很恭喜你，也很谢谢你的 email， 我很高兴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也祝你在 Berkeley 的生活一切顺利平安。 Go Bear！ 我想 Michael 这个例子呢，应该会给很多人一些希望吧。这大概是我做影片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收到这种感谢的 email。其实我很喜欢看大家的留言，也很喜欢大家问我问题，因为大家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我做影片宝贵的题材，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哦。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